劇名令梅雪詩久未公開露面，原來佢舊年經歷一場大病，阻塞感染罕見惡菌，多次出入醫院，每個月都要去到醫院抽血復診，觀察體內炎症情況。梅雪詩近日接受明州訪問，透露舊年練功嘅時候左膝曾經受傷。佢指當年紀細唔識保養護理，近年舊患經常發作，有時喺台上演下跪戲，起身時左膝因疼痛需要旁人借位攙扶，因此佢不時做針灸同埋物理治療，希望減輕膝頭哥嘅痛楚情況。舊年9月左膝開始紅腫，連步行都有問題，醫生檢查之後指發炎同埋水腫，需要入院進行手術，但手術之後情況冇減輕，仲腫得更犀利。家庭醫生轉介骨科專科醫生為佢進一步醫治。梅雪詩話醫生檢查之後指佢嘅膝蓋紅腫係細菌感染，因情況嚴重需要住院。不過當時醫生都唔知係乜嘢細菌，反覆抽血種菌同埋檢測，嚴重嘅時候佢食唔到任何嘢，一食又嘔又屙，有時候睇到電視上嘅食物都會嘔。醫生話係藥物反應，一下瘦咗30幾磅，睇到自己不斷瘦落去好難過。經過連串檢測同埋檢查，嘥咗唔少時間先揾到感染佢膝頭哥嘅細菌。醫生話係一種好罕見嘅病菌，平時冇可能喺膝頭哥出現。醫生都好奇怪，詳細了解我嘅日常生活，想知道如何被感染，最終都係冇結論。佢只有朋友提醒佢會否係針灸或者物理治療時被感染，但佢覺得醫生都冇結論，自己都唔想深究，笑言係自己運氣唔好，或者會令自己更堅強。梅雪詩嘅左膝舊年11月做咗一次手術，喺醫院留醫3個月期間又做咗2次，雖然係微創手術，已令佢元氣大傷。佢回想起舊年呢個時候，每日喺病房度等，膝頭哥紅腫難行，醫生為佢準備輪椅、支架、助行器等，但佢一次都冇用，寧願忍痛一步一步慢慢行。佢話情況最壞嘅時候有諗過以後再都行唔到，我怕剩低嘅日子都要坐輪椅，就趁可以走下嘅時候就行下，哪怕只係行一步都好，好珍惜仍然可以行嘅日子。佢努力做物理治療，唔想瞓喺床上，令自己睇起身好似個可憐病人。我諗到如果以後唔可以演戲點算呢？每次諗到呢度就話俾自己聽，無論如何都唔可以放棄。我由細到大都中意演戲，戲行呢條路雖然行得艱辛，但係卻令我嘅人生不斷有目標同埋希望。我確實太中意演戲啦。如果因為膝頭哥嘅問題以後都唔可以再上舞台嘅話，我會好唔甘心。無論如何都要捱落去，希望有機會再企上舞台。醫生揾到感染佢嘅細菌之後，對症下藥進行一連串治療，服用抗生素令佢苦不堪言，藥物副作用令佢嘅皮膚變暗黑，頭髮開始脫落。佢當時難過到喊咗，唔夠膽照鏡。後來諗通咗啦，呢種情況喊都冇用，想再上舞台嘅話必須經過呢一關，醫好先可以上台。好唔容易揾到醫治方法，如果患咗不治之症，想醫都醫唔到。相比之下，我有藥可醫，已經係非常好彩。梅雪詩今年6月帶病參加尤星普嘅喪禮，佢話同普哥係好拍檔，普哥好照顧佢，喺佢心入邊似一個爸爸。佢因為身體問題好耐都冇同普哥聯絡，佢喺醫院嘅時候，普哥曾經致電俾佢，佢聽到對方嘅聲音而想喊，但係唔想普哥擔心，冇話俾自己知患病，可能普哥會奇怪佢顯得冷淡，佢有口難言，諗唔到連普哥最後一面都見唔到，每次諗起都好難過。而謝雪心早前出席歌唱比賽嘅總決賽，對於梅雪詩舊年不幸患上惡疾暴瘦30磅，甚至透露對方現正康復中，最嚴重嘅時候已慢慢過去。佢話梗係佢擔心佢啦，大家身體都好緊要，希望佢快啲好翻。痛就梗係辛苦啲，完全冇影響就假啦。佢狀況都 OK 嘅，如果跪低嘅動作就冇咁自然啦。幾日之後我會同佢見面，因為係淫姐嘅死忌。談到養生之道，心姐坦言會食得清淡，中醫師更加教導佢飲竹絲雞沙參肉粥湯，對女士嚟講飲用十分好，本身都會同愛犬一齊游水。據香港媒體報道，陳寶珠同梅雪詩近日接受有線升級會客室訪問，宣傳佢哋合演嘅劇目《牡丹亭驚夢》將於下月加場，更加自曝需抱病上陣。陳寶珠講試過幾晚不停咁咳到天光，第二日又去演出，出道至今第一次覺得咁樣，因為服藥而冇休息，成個人好虛。梅雪詩擁有50年舞台演出經驗，呢次演出途中都係身體唔舒服，但係無礙佢堅持上場。
粵劇界規定乜嘢病都要出場，呢並非唔人道而係專業。我今次病咗又整傷隻腳，每次都要去做物理治療，跟住翻去演戲，20場都係咁樣過。我而家只要有戲就得啦。即使並非首度合作，但陳寶珠承認兩人嘅默契確係與日俱增。梅雪詩合作最多嘅應該係同陳寶珠，寶珠姐將於5月同埋梅雪詩再次合作演出人白嘅戲寶《牡丹亭驚夢》。又記得2年前兩人合作再世紅梅記嘅時候，曾經掀起撲飛熱潮，22場演出全部虛無坐席，今趟亦都不遑多讓。寶珠姐笑言門票仲未正式開售，已經被身邊嘅朋友追到索氣，欠下一身飛債，可見佢哋叫座力十分驚人。今次開 show 主辦單位請嚟著名金像獎設計大師溪仲文擔任美術同埋造型總監。據寶珠姐透露，呢次演出係造型上不惜工本，花近7位數字打造喺服飾上，部分戲服更加係專程由北京訂做翻嚟，而佢將以7-8個造型示人。寶珠姐表示，為咗令台下嘅觀眾睇到佢哋嘅優雅同埋美感，今次嘅戲服設計費盡心思，而且有經驗豐富嘅團隊喺背後付出好多心血而成。寶珠姐與阿嗲演戲幾十年，呢種不解之緣講到尾都係自細對呢個藝術已經十分喜愛。阿嗲直言，我係與生俱來嘅，一直都好中意唱粵曲。從前讀書嘅時候睇公餘場已經好平啦，我睇完翻嚟會識唱嘅。再加埋我好中意我嘅2個師傅任劍輝同埋白雪仙，一直睇兩人嘅電影，我冇睇大戲，因為冇錢睇。後嚟呢，仙姐演出《白蛇新傳》招考舞蹈藝員，阿嗲便報考。嗰時候我只希望見到偶像任姐，點知係真係收咗我。當時冇諗過呢個係終身職業，但係我好幸運，多得2個師傅組成速鳳鳴劇團，一直訓練我哋，我係好幸福。就算你而家嚟問我嚟世會唔會中意做戲，我都話會中意噶啦。不過我都係中意做花旦，花旦靚啊嘛，我就貪靚啦。至於寶珠姐，養父陳飛龍係著名嘅粵劇演員，對佢影響至深。佢教花旦，但係我就學演男生。我自細就係一個粵劇世家，所以對呢個藝術有興趣，冇人強迫我嘅，我自己中意做戲，覺得好開心。2年前參演再世紅梅記，完咗佢嘅心願。呢個係我發夢都諗唔到嘅，因為我好想有機會參加人白基金嘅事情。我覺得自己都係任姐同埋仙姐嘅徒弟之一，但係我並非時常演粵劇，所以嗰次有機會演出，我好開心，亦都好難忘。雖然2人跟隨師傅多年，就算呢2次演出都係乖乖地聽從仙姐嘅教導。阿嗲話每次我哋演戲，如果仙姐會嚟睇，一直都會寫紙仔俾我哋，叫我哋點樣改進，佢日日俾我哋意見，我哋都會日日吸收。寶珠姐表示，當佢睇完我哋嘅演出，都會提示我哋呢度應該點改，或者你呢身段唔夠靚，嗰隻手應該點放，或者你呢段唱嘅曲調啊，嗰個感覺同埋表情你應該點樣，佢會用紙仔咁提醒我哋。2個人仲特別記得仙姐嘅基本教誨，喺每一次演出嘅時候都成為重要嘅提醒。寶珠姐仲講，就係要熟讀劇本，每一句歌詞，每一句曲，每一個口白，你都要明白曲入邊嘅意思。跟住你要當自己係劇中人，唔好當你而家係陳寶珠或者係梅雪詩。阿嗲強調要忘我，寶珠姐就解釋啦，一定要當我係柳夢梅，佢就係杜麗娘。你愛呢個人就一定要投入去愛對方，自然會演得投入。2人明明演技已經出神入化，但係只要喺師傅面前，仍然係2位謙虛嘅學生。粵劇係一種傳承，任姐同埋仙姐將呢種藝術傳授俾寶珠姐同埋阿嗲。當問到2人有冇打算教育新一代嘅時候，2人就同聲表示唔會啦。阿嗲笑言自身難保，我而家都喺度學習中。寶珠姐解釋，我自細都係學粵劇噶啦，但係中途去咗拍戲，我以電影為主，對粵劇嘅經驗就比較淺。而家每次演出都要嘥好多時間練曲排戲，我唔識教人，就算係而家揾人嚟教我，都係要教。而且呢，我仲睇好多演出去吸收唔同嘅方法噶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再見。